大家好，我係天恩，我係羅班，我係 Penny。天父愛你，主耶穌愛你。你愛唔愛主呢？而家等我哋用說書嘅時間，安靜我哋嘅心靈。而家就等我哋一齊靈修，一齊踏上同主相遇嘅旅程。如果喺當中有被經文或者分享感動嘅，請記低。而家請細心聆聽主嘅話語。詩篇86篇1至7節。耶和華，求你側耳應允我，因我是困苦窮乏的。求你保存我的性命，因我是虔誠人。我的神啊，求你拯救這倚靠你的僕人。主啊，求你憐憫我，因我終日求告你。主啊，求你使你僕人心裏歡喜，因為我的心仰望你。主啊，你本為善良，樂意饒恕人，有豐盛的慈愛賜給凡求告你的人。耶和華，求你留心聽我的禱告，垂聽我懇求的聲音。我在患難之日要求告你，因為你必應允我。有一間嘅報館以醒目嘅標題報道未蒙應允嘅禱告，至神嘅信件被遺棄喺大海。一共有300幾封寫俾紐澤西州某個牧師嘅信件被抌喺大海裏面。呢啲信件大部分都未被拆封，而呢一位嘅牧師一早已經去世。至於呢啲嘅信件點解會漂浮喺紐澤西海岸，就成為一個謎。點解會有信件寄俾牧師？係因為呢個牧師一早答應會為人禱告，所以啲人就將啲信寄俾呢位嘅牧師。其中有啲嘅信件涉及嘅事情相當嘅瑣碎，而有啲就出自內心相同嘅配偶、仔女或者係寡婦。佢哋喺信裏面向神傾心吐意，求神幫助佢哋吸毒酗酒嘅親人同埋不忠嘅配偶。其中有一位寄信嘅人就希望神俾佢一位愛佢嘅丈夫，成為佢小朋友嘅爸爸。記者將呢啲信件稱之為未蒙應允的禱告，但事實並唔係咁樣。如果呢啲寄信嘅人係向神呼求，咁神已經聽到佢哋嘅禱告，因為每一個真誠嘅禱告都會到達神嗰度。就好似喺詩篇38篇9節，大衛喺危難嘅時候曾呼求神：主啊，我的心願在你面前，我的嘆息不向你隱瞞。大衛深深嘅知道，就算冇其他人為我哋禱告，我哋仍然可以將所有嘅煩惱、憂慮全部交俾主佢。所以喺詩篇86篇7節，佢滿懷信心嘅宣告：我在患難之日要求告你，因為你必應允我。親愛嘅天父，我哋嘅信心微小，求你加添，叫我哋相信你所發出嘅應許，以致我哋願意相信你必然會垂聽我哋嘅禱告，以致我哋相信當我哋將重擔卸俾你嘅時候，你必然會幫助我哋。當我哋哀求你嘅時候，你必然會聽到我哋嘅禱告。奉我主耶穌基督得勝之名祈求，阿門。詩歌，上帝聽禱告。